烏燒轎車弄過來了，規台車拍癱瘓，煞去弄着停在路邊，那些轎車甲樹仔被弄斷去，車一直出現落落去水溝內，被弄着這那些轎車，規台車擼出去了，車閣熄一鏈。真的好嚴重哦，好幾台車。救護人員趕到現場了，將受傷人趕緊甲救出來。吊衰的車輛，車頂是一個29歲姓柯的駕駛，當場被害出車外，已經無氣啊，送去病院急救嘛無效。還有2個19歲姓陳的姓邱一人掉佇車內，救出來時已經無氣啊，共款救無活。另外一人腳甲手弄着傷。車自撞弄着路邊停一台車，啊弄着了後，伊閣去弄着樹仔甲電條呢，足大聲的，大概3秒鐘。弄一個真正力，附近鄉親攏走出來看，民眾講。車禍發生前，這台烏燒轎車敢若甲另外一台烏燒轎車佇駕車，可能2台車子在競賽。車速有很快，很快。車禍發生喺昨晡晚6點外，台中5車中華路車禍現場，被弄這個那些轎車車尾歹去，吊衰車規攏變形，玻璃破了，安全氣囊嘛崩潰。警方佫佇車頂有敲到白色的粉，一個檢驗是開他命。疑因車速過快失控後自撞路旁路樹，該意識清楚之乘客唾液快篩亦呈現凱他命陽性反應。吊衰駕駛敢有食毒？警方依照規定報車驗屍，敢是去協調吊衰的轎車甲另外一台烏燒轎車涉嫌駕車，警方已經查到烏燒轎車車主的身份，會通知車主到案說明。